后来继续来看财政部公布着上新的综合所得税申报，全台湾上有钱的村里，过去拢是新竹市东区的关心里摕第一，结果这届是由台北市松山区的中华里来拍败。讲可能是这个辖区加上交通地理的方便，所以吸引着一寡有经济实力的家庭迁入来住。人生要过无简单，咱拢希望开钱会当轻轻松松个开袂大，拄着上有钱的里面伫咧搭，财政部上新统计伫咧遮。伫咧中华北路台北市松山区的中华里，头一摆赢过新竹市东区关心里的德科人，7月日头开中华里规砖头金死死。财政部公开台北市松山区的中华里112年所得平均520多万排第一，不过中位数无到100万，表示好业善真差真济。高趁钱的人集中做伙，中华里里面有影拢点点食3碗公半。你有觉得吓一跳吗？有。首富是不是你？不是，因为有市场，然后离机场又近，然后捷运站，然后公车也都很方便。那你自己是住在这边很久了吗？21年，那时候是为了学区。哦，那时候是为了学区。我觉得很惊讶的啊，因为我们里内也没有什么大改变啊，也没有什么新建案豪宅啊。变成中华里面的人有增加吗？没有，反正减少呢。去年到今年应该减少到700人。其实中华里内上新的新大楼是这栋由救国团都建了后的开基总部，112年正式启用，佮向前行，当伫咧改建的就是台北中间病院，行两步就是台塑总部，嘛当伫咧重启重翻修，4个位啊有方便的台北中间病院，有满业学校的民生国小、介绍国中，含金融中心的开基总部，佮有企业新生的台塑总部。专家分析，生活机能加上学区优势，互咱第一饱店的家庭为着囡仔伫咧遮起家。一定是有某些特定的或者是少数的这种企业主啊，或者是真的是台湾的不好啊，然后把整个平均值拉高这样。专家认为，中华里周边有介绍国中、敦化国中，拢是台北市亲家掠袂掉的满业学校，学区竞争，无怪济家长愿意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